天水圍有吊臂車撞毀輕鐵電纜，天悦站附近輕鐵服務一度暫停4個幾鐘頭，吊臂車司機被捕。撞到輕鐵架空電纜嘅吊臂車，吊臂呈45度角，見到未有徹底收入貨斗。天悦站對出天華路嘅一段架空電纜被勾斷。朝頭早近7點，港鐵話有吊臂車經過天悦站輕鐵交匯處期間，撞毀架空電纜，影響電力供應。天悦站、天恒站、翠湖站至到天日站部分輕鐵服務暫停。港鐵工程車到場搶修，部分行車線一度封閉。港鐵安排免費接駁巴士接載乘客，有乘客揾唔到上車位置。清晰啲咯，有啲人工作人員或者動個牌度接駁巴嗰啲咯，因為而家全部都冇。咁起碼俾個站問佢到唔到天晴，佢話應該到，因為佢自己都唔係好清楚。受影響咗大概4個鐘頭之後，天悦站嘅輕鐵服務陸續恢復正常。港鐵就事件報警處理，41歲吊臂車司機涉嫌駕駛危險車輛被捕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。輕鐵架空電纜事故不時有發生，有意見認為將來改用充電嘅輕鐵可以徹底解決架空電纜問題。有鐵路工程師亦都建議可以喺輕鐵路軌旁邊加裝龍門架。輕鐵電纜事故遭到意外受損嘅事故並唔罕見，往往都要用幾個鐘頭嚟修理。舊年1月同7月亦都先後有吊臂車勾斷輕鐵電纜，服務受阻大概3至5個鐘。有鐵路工程師建議喺輕鐵同路面交通交匯處加裝大概5米高嘅龍門架。貨車如果經過冇收掉支吊臂咯，佢先會撞到支龍門架，佢過唔到去輕鐵啦。龍門架係非常之快嘅，同埋成本都唔係太貴嘅一個方法。做過九鐵主席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話：人為因素之外，閃電同冧樹都有機會導致事故。佢話可以趁港鐵就新一代輕鐵列車招標嘅時候，改用充電模式嘅列車，徹底解決架空電纜問題。不過先要改善充電設施，同埋買多啲列車行走。而家所有私家車都開始行電車啦，係咪？巴士、小巴，大家又係講緊電能㗎啦。如果輕鐵仲係因為慳錢訂新車嘅時間，咁嘅契機佢都訂翻啲舊嘅概念嘅車，社會實唔放過佢嘅。田北辰話：港鐵舊年有170億嘅盈餘，有能力提升硬件。佢會喺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跟進。無線電視記者鍾卓希報導。